过来看到介出戏，我啊去风采回了农海，未系将了波打体起来，唔但常安用了下。了波嘅台水和潘国波大體嘅天橋，韓國應付，為了偏東人高樹鄉嘅新豐村居民未係投入嘅查理家人呢，總共係有幾百戶嘅村民受到影響，是把人貢獻嘅天橋本大體。羅農海嘅惡水不斷吞噬河岸，不但原有嘅薄片已經變黑咧，連原本距離河壩船1公里遠嘅戶嘅都受到風流太浪嘅威脅。天氣已經本水大黑，可能連戶嘅都保唔住嘅。更加新豐村嘅羅農海河壩船，因內路係漂流木，戶嘅本水頭困難台地位，以後嘅風源路改難。居民統計，將近有400公頃嘅農田本水大嗆嗆。總共呢，現在長度呢將近4公里的長度啦，然後農田淹沒呢將近有400公頃啦。新豐村嘅主要道路巷，羅農海嘅水一直流出來，阻擋嘅對外嘅交通。建造以前，羅農海嘅水將河壩船嘅戶嘅佔為1層樓高，居民趕緊逃生，通做買是可能都寫唔出來嘅。那超過半點鐘係搞唔出來啊！太險嘅農機一直出入，將可能台載機嘅住戶救出來。佢農機嘅犧牲上並唔係當天然，其實義務間嘅救援嘅行列，令村民相當嘅感痛。這邊有的工作也是在這邊啊，有聽到就來這裡幫忙啊。啊，像這拖拉機啊，這正好要來支援的呢，因為無要甲咱賠錢的呢，因為到做義工的就對。查理家人嘅民眾全部都本人安置啊，台當天嘅新豐國小，何家在並冇傷亡嘅事情發生。另外，高速通往六會嘅太井橋已經本水打彎嘅，提醒民眾嘅前8條路來行嘅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道。